各位好，我係孫輝道啊。2020年11月5號，全世界嘅財經版頭條都係同一件事情嘅。螞蟻集團即將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嘅 IPO，集資規模係超過300億美金嘅，估值呢係超過3000億，全球投資者係爭相認購嘅，超額認購倍數呢高到離譜添啊！然後呢，喺上市嘅前48小時，佢係消失咗喎。唔係推遲啊，都唔係技術問題啊，唔係市場波動啊，係俾監管機構叫停噶。理由係乜嘢呢？係重大市況變化，就咁啊，3000億嘅估值喺2日之內啊，就變成咗一個問號啦。好多人當時嘅第一反應係馬雲做錯咗啲咩呢？佢係咪講錯咗嘢啊？係咪冒犯咗邊個啊？定係背後有政治恩怨啊？我今日唔係要回答呢個問題，我想講嘅係一個更加底層嘅問題。馬雲究竟輸咗俾乜嘢呢？要理解馬雲點解輸，首先要理解佢構建咗啲咩。好多人以為阿里巴巴係一家電商公司，呢個理解差得遠嘅。電商只係一個入口嚟嘅啫。馬雲真正建立嘅係一套封閉嘅經濟基礎設施。我解釋一下啦。你喺淘寶買嘢，用支付寶俾錢啦，快遞經過菜鳥送到你手頭上。如果你係中小企業，你用釘釘管理員工啦，用阿里雲跑你嘅系統啦，仲需要貸款添啦。你去螞蟻借貝嗰度借錢啦。你有冇發覺？從你決定買嘢嗰一刻開始，到嗰個貨到你手頭上，到你公司嘅日常運營，你可以完全唔需要離開阿里嘅生態。呢個唔係巧合啊，係一個設計嚟噶。每一個環節，馬雲都建立咗一道隱形嘅牆，唔係你話你唔可以離開，係離開有成本咁解。轉換成本、數據成本、習慣成本，慢慢咁樣，商家啊、消費者啊、企業啊，全部都變成咗呢個系統入面嘅成員啦。喺商業邏輯入面呢，呢個又叫做護城河，但係我用另外一個詞嚟形容佢，叫做封閉系統啦。咁封閉系統有一個核心嘅特徵，系統易成功嘅，入面嘅人就易難離開嘅。咁樣系統對外部嘅依賴呢就比較低嘅。咁樣馬雲構建嘅正係呢樣嘢啦，而且佢建立得極之成功添啊！成功到一個咩程度呢？佢嘅系統開始處理一件本嚟唔屬於佢自己嘅嘢，錢螞蟻金服係整個故仔嘅核心啦。支付寶係最初係為咗解決淘寶買賣雙方嘅信任問題，但係慢慢佢變咗遠超呢個功能嘅存在咗啦。咁螞蟻掌握嗰個數以千計嘅數以億計嘅用戶嘅消費數據啦、信用數據啦、資金流數據啦，呢批數據令到螞蟻可以做一件國有銀行做咗幾十年都做唔好嘅事情，對普通人嘅精準信用評估啊，然後放貸啦、花唄啊、借唄啊，就係呢個邏輯嘅產物嚟噶啦。表面上呢，呢個係金融創新，係普惠金融，係幫助無法從傳統銀行借錢嘅普通人，但係喺另一個層面呢，呢個係一件極為敏感嘅事情嚟嘅。一間私人公司掌握住比國有銀行更完整嘅民間信用體系，而且正喺度大規模咁分配信貸資源嘅。你明唔明白呢件事情有幾個嚴重呢？咁國家對金融體系嘅控制唔止係錢嘅問題，係權力嘅基礎設施嘅問題。邊個控制咗信貸嘅分配？咁邊個就喺某種程度上面呢，控制咗經濟活動嘅方向嘅。呢個一直以嚟係國家嘅專屬權力嚟嘅，而螞蟻呢，正係建立一個平衡嘅私人嘅
有數據驅動嘅版本。咁兩個封閉系統終於走到咗同一條邊界線啦。咁樣我講一個比喻啦，你喺個城市租個鋪頭，做得好擴張，買咗成條街，然之後咧，成個街區，然後你嘅地盤大到你開始自己鋪水管啦，拉電線啦，建立自己嘅供電網絡。起初個時候咧，可能係冇人理你，因為你補充咗城市基礎設施嘅不足。但係當你嘅私人供電網絡大到可以影響成個城市嘅電力分配，城市管理者咧就會開始認真咁樣睇你噶啦，唔係因為你違反咗法律，係因為你嘅存在係動搖咗一個根本性嘅問題。邊個擁有基礎設施，邊個就擁有話語權啦。咁樣螞蟻嘅 IPO 就係呢一刻，當螞蟻上市，佢就唔再係只係一間公司，佢係成為咗有獨立股東啊、獨立董事啊、獨立財務披露義務嘅上市實體啦。佢嘅行為咧會受到資本市場嘅約束，而唔單止係監管機構嘅。換言之咧，佢會變得更加難被監管機構去管，呢個先係真正嘅觸發點嚟嘅。唔係馬雲講錯嘢，雖然佢確實講咗唔少不合時宜嘅話，喺嗰個結構本身已經無可挽回咁樣逆過咗一條線啦。呢度有一件事情我覺得最值得講嘅，馬雲佢唔係一個蠢嘅人，佢對商業系統嘅理解係世界級嘅，佢建立嘅商業帝國嘅能力咧係有目共睹嘅。但係佢有一個盲區，佢以為聲譽資本可以兌換政治安全感。過去20年馬雲喺係中國成功古仔嘅最佳代言人啦。佢係英文流利，全球媒體中意達沃斯論壇嘅常客嚟嘅。佢代表緊一種敘事啦，中國可以產生出世界級嘅民營企業家。呢個形象咧令到佢唔以為自己係有某種特殊嘅緩衝空間嘅。但喺一個高度封閉嘅政治系統入面，聲譽資本咧有一個根本性嘅局限嘅，佢只係在系統外部流通。國際社會覺得馬雲重要，投資者覺得馬雲重要，媒體覺得馬雲重要，但呢個系統內部咧只係承認一種貨幣服從，同埋對權力邊界嘅尊重。馬雲嘅聲譽喺外部世界嘅係資產嚟嘅，喺內部邏輯入面咧，有時甚至負債嘅，因為佢令到個人變得更加難處理啊。2020年10月，佢喺外灘金融峰會上面嘅演講，某種程度上只係一個導火線嚟嘅啫。真正嘅結構問題早就已經存在噶啦。之後嘅事情大家都知啦，監管機構介入，整改消失喺公眾視野嘅。低調現身日本啦，偶爾喺太古里出現一下啦，然後又消失咗。一個曾經話我對錢冇興趣嘅人，而家最重要嘅工作係學識點樣變得唔重要啦。我講完馬雲嘅故仔，想講翻一件更加普通嘅事啊。封閉系統嘅邏輯唔係只存在於商業帝國，我哋每一個人其實都喺某個系統入面生活。有啲系統係保護你嘅，有啲系統限制你。問題係你有冇意識到，你喺一個系統入面，你嘅資產喺呢個系統外部係咪仍然有價值呢？馬雲嘅故仔話俾我哋聽，成功有時候唔係答案，係另一道題目嘅開始啦。當你建立嘅嘢足夠大，你唔再只係一個參與者，你變成咗一個變量。而系統咧要變量嘅態度，同對參與者嘅態度完全係唔同嘅。我最後講一句咧，資治通鑑入面有一類人史書稱之為功高震主啊。歷史上呢類人嘅結局各有唔同啦，有啲係走得及時，有啲係走唔切嘅。馬雲大概係走得及時嗰一類啦，只不過咧佢用嚟
換取安全嘅代價，係從此學識只係做一個普通人。我係孫虛道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